刘子夜，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我们打游戏认识的，她不过是一个卖菜的女儿，身份低贱，但是当时也是你情我愿，凭什么怀了孕就怪我呀？你为什么要拖她拖一条巷子？这样，才能打掉孩子。你真的是一个无耻之徒！到了今天，你还是觉得玩弄一个身份低贱的少女无所谓是吗？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她有可能会死吗？不是，你说她死后跟我有什么相干啊？这又不是我杀的。好，刘子夜，你干得好！你们当皇帝的时候，罪孽罄竹难书。那个时候我还认为是体制的原因才会导致你们那么坏。我以为你们换了新的环境，也许就会慢慢的变好。但是现在我才发现，你的坏已经深入骨髓，根本就好不了了。既然是这样，我这个小庙也容不了你这尊大菩萨。你走吧，反正天大地大，你已经是一个成年的小伙子了，不怕被饿死。我这里就不留你了。姐姐，你看，现在这社会，没有身份证，没有任何学历，自己一个人真的是寸步难行。你看，能不能别撵他走啊？谁也别跟他求情。走，快走！我也不想在这待，在这给你做牛做马，老子不干了！还有谁不愿意当牛做马的？跟他一起走！朕马上就走，成天在这喊姐姐姐姐，朕受够了，朕不玩了。朕不愿意在这玩了，省得受你这个贱女人的鸟气。我刚才已经在这里看你们有一会儿了。李环，你敢打老子！哎，我一直以为李辉是依靠遥控器，原来他身手这么了不得，太可怕了。峰峰供你们吃，供你们喝，你居然敢辱骂他！你们几个，还有谁想走的，统统站出来！结完账立马滚蛋！花花世界，你们想去干嘛都行。刘子夜，你不能走，除非你确保那个女孩没事，要不你进监狱转一圈。杀人偿命，自古有之。你最好祷告，那个女孩没事。你们几个，把他带回去吧。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。走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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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唉，李欢，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刘子夜害了人家女儿，我还得赔钱给他治病，真没天理了。还是让他们自力更生好了。唉，对，只要他们不危害社会，就算是当乞丐、当少爷都无所谓。刘子夜的恶行你也看到了，对于他们几个，我真的是没有耐心了。哪怕他们被卖到黑煤窑去，我也无所谓。不过，怎能没人找上门
说你也勾引良家妇女啊？良家妇女不勾引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不过说真的，我真的挺担心那个女孩的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我现在越来越讨厌那几个暴君了。你还真是提高觉悟了呀。不过自从他们几个出现以后，我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：他们之所以作恶，就是因为他们的权力越大，危害就越大。你像刘子业，做皇帝的时候玩弄一个少女算什么呀？一个不高兴就杀人家全家，甚至株连九族。啊，还是现代社会好啊，有大牢让他们去做。我发现我也越来越喜欢这个时代了，比1000多年前好很多。离开了罪恶的土壤，其实他们几个呀，就是几个普通的少年而已。不过他们的品行真的是不坏，但是要训练成正常人的话，可能要花一些时间了。我怎么这么累呀？其实我早就不想管了。双芳啊，从今往后你只负责开心，烦心的事儿交给我来解决就好了。谢谢你啊，李欢。都累了一天了，我带你去按摩。好啊。这个人怎么醉成这样了？真丢人！看什么看？老子注意走错！别看了，快走吧。真够吓人的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这边请。当老板可比打工累多了。你以为当老板容易吗？样样都得想得很周全。终于理解那句话了，治大国如烹小鲜。知道我的难处了吧？你说我治理一个国家容易吗？给个杆儿你就往上爬，时时刻刻都不忘了你做过皇帝。这位小姐和先生，时间已经到了，你们先休息一会儿啊。谢谢啊。不用谢。这儿一点都不好玩，我们走吧。让我睡会儿，让我睡会儿吧。蠢女人，这样都能睡着。你干嘛？我跟你1000多年都没有肌肤之亲了，我亲你一口怎么了？老毛病又犯了。开门呐！开门呐！那个女孩是自愿的，她是自愿的。闹什么闹？你是谁？你别管我是谁，如果你想出去的话，你就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。问你一个，你回答一个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南朝皇帝刘子业。为什么会到这里来？来到这儿的并不只有我一个，还有大秦的浮生，燕国的慕容熙，还有后废帝刘裕，东昏侯萧宝卷，御林王萧兆业，还有北齐后主
高伟，怎么？你还想绑架我们这些皇帝不成？我并不想绑架你们这群皇帝。如果你真的是皇帝陛下的话，你就可以受到皇帝陛下的尊荣。皇帝的尊荣？他们现在一个个帮一个恶毒女人打工，还受他的控制。那你们为什么要受他的控制呢？这是一个秘密，如果我告诉你的话，你能给我什么好处？小朋友，你刚才说的那些皇帝都死了1000多年了，什么人可以活1000多年呢？你不信是吧？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，关于李欢的。李欢的？小凤，对不起啊，我最近心情很乱。我知道。你看，最近咱们老是吵架，我想，是不是该好好沟通和交流一下了？小凤，我们说好永远在一起，不分开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小凤，你还生气呢？我吧，其实就是有点大男人主义，老限制你这个，限制你那个的。其实我知道，你最近那么辛苦，我不应该这样。开饭店虽然辛苦，但是跟李欢和肖兆业他们在一起，还是挺开心的。又是李欢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跟李欢在一起，比跟我在一起开心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又来了，我们就非得吵架吗？小凤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想，咱们俩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。丈夫每天上班挣钱养家，妻子在家生儿育女，相夫教子。我希望每天回来你能在家里等着我。你说那样的日子多好啊！我何尝不想啊？那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。每天在家里整理一下家务，有时间的时候就写写小说，晚上做好菜，等着你回来。小凤，下周就是我的生日了，你打算怎么帮我过？我请你吃大餐吧，来我们饭店。我才不去呢！干什么呀？让我看见李欢，又该生气了。这样吧，我想好了，就咱俩，谁也不请，好不好？那说好了，过生日的时候，你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。说好了，咱俩过一个秘密的生日。据考古学家介绍，此次出土的是一具完整女尸，经过鉴定，是南北朝时期的山阴公主刘楚玉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叶先生，这项心理测试很有效的。刘子夜叫山阴公主姐姐，
那他之前所说的话，我们都可以找机会验证一下。是。刘子业登基不久，他姐姐就告诉他，有一位绝色美人跟自己长得很像，问他喜不喜欢。刘子业说喜欢。当晚就兴冲冲地跑到约定地点临幸那位美人，没想到罗帐一掀，竟然是姐姐赤身裸体地坐在里面。他也顾不了什么人伦纲常，扑上去抱住了姐姐。唉，真是人伦颠倒啊！史料记载，这个刘子业，他不光是跟自己的亲姐姐是这样，而且跟自己家族的其他女人也乱伦。没错，刘子业当初强占自己的姑妈新蔡公主时，还大言不惭地说，亲姐姐都可以侍寝，何况是姑妈？哼，真是无耻之徒。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说呀，真是道德节操碎一地呀。如果是真的，莫非他是南朝的前废帝？这个结论啊，是有那么一点荒唐的。有什么依据吗？只有这个测试。虽然我测试他的骨龄、毛发和 DNA 是正常年龄的少年，并非是千岁老人，但是什么？发现什么了？但是我从他的体内检测到一种很奇怪的东西，是正常人不具备的。如果呀，能把他那几个同伴一起来检测的话，那效果会更好。好，老白，你就负责安排下去吧。饭店从开业以来，大家都表现得非常非常好，但是我们要更加的努力，创造更大的价值。大家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好，大家去工作吧。走吧。姐姐，我跟福生买菜去了。注意安全啊。好的。哎，这个怎么卖2块钱一斤。给你钱。老板，给我来杯可乐。小兄弟，需要帮忙吗？来，车来了，走。来，福生，你怎么样了？福生，你没事吧？振作一点。开车。叶先生，这是福生和慕容熙。好，这是福生和慕容熙的血液。哦，这可是比黄金还金贵的东西啊！是啊，老白，哎，赶快拿去分析。好，有了这个，我们的目标很快就可以实现了。先生，那这2人怎么办？这2个，就用他们的血浇灌长生花吧。峰峰，李欢，你来了。你怎么这么着急要见我？福生和慕容熙跑了。什么？一大早上，他们2个骑着3轮车去买菜，到现在都没有回来，打电话也打不通。我估计他们2个就是跑了。你说我这有吃有喝的，他们干嘛要跑啊？他们应该不是自己跑的。不是自己跑的，那谁能怪他们呢？李欢出
出车祸了，我去一趟医院。小风，叶家准备跟他去领结婚证。什么？易哥哥要跟冯峰结婚了？我来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，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，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已不复存在。是擦肩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约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，用痴心等待，何必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